另外，咱要继续来看到屏东的那边是对半暝开始，这大阵雨就一直落，结果咧雨水消透袂离，真侪所在拢做水灾。现场这居民是唔敢困，所以因是泡透暝吼，甲这个家具拢刷互走。因那伫高雄的山区是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，南环的明霸克路这条便桥，伫咧抢修了后，今仔日早起7点开放通行。 民众撩水通行积水淹过骹目，连车经过拢爱真细意。屏东那边西北半暝到透早陆续有强降雨，排水袂赴，造成永乐村真侪所在积淹水。来到当地居民的徛家，积水本来淹到顶仔骹，到透早才提去，互居民规暝烦恼甲唔敢困，用刀啊还是砖啊将电视碰伊自好悬，就惊水淹入来。公啊，雨落最大，公啊直接水拢冲出来。哦，遐较悬。 嘿，拢怎啊下伫阮这边过来？大雨来到淹水，唔拿徛家乱七八糟，上班读册嘛受影响，互居民搁气搁无奈，希望政府会使设法解决淹水的问题。南怀公路买南面磅空附近，搁发生崩山。西北透早大约10点，土石对山壁一直落落来，公务单位爱等石头要搁落了后才来清理。明霸克路桥更变桥顶礼拜互土石流降歹，西北透早开放通行。在安全的情况之下，今天早上7点呢，我们民众呢就透过这样的铁桥，可以让他们在里面受困这个3天以来终于可以出来了。那我们也有准备接驳的我们高雄客运。明霸克路桥更变桥封起来，互桃园、拉夫兰等3里变做孤岛。碳山区雨势缓和，透早开放，互人行了后，民众赶紧摕行李离开部落，也是去读册。溪底便道嘛，估计12支抢通，互车会使通行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、屏东高雄报道。